们再来唱，我们是不是有福气的人呢？是有福气的人。我们是不是有？哎，你看又是一个 Gary 是有福气的，我也是，我在讲话，我没有讲，我是有福气的人，是有福气的人举手。咱拢是有福气的人，拢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咱认捌咱的主耶稣，咱来唱这首有福气的人，咱来看是不是你就想迄个歌词内底有福气的人？甲上帝讲，甲上帝献上咱的劳碌，你要甲上帝讲啥，拢会使讲。但是嘛，只是开始，是吧？先上把谢花。所以因为开始我们要这里，主要因为我们是相信你的，主要是有福气的人，主要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牺牲的生命带领我们来到这边，主要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你，主要我们的身体是有软弱的，主要我们的身体是有限制的，但是主还是无限的。主要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有生病的人，主啊，你都求你来医治他们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是有福气的人，主啊，因为在你里面，我们相信你，主啊，你的大能要临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临在小军的身上，主啊，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，因为相信你而得来的福气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。主，我们大声的开口来赞美你，大声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要唱出我们的赞美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再唱这首。耶稣家是个人，一种以后的到来，一起奇妙来接待，求俺当大龙头吧。
大家兄弟姊妹都会在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一世人。阮的学老到遮，把以下的时间拢交师会，谢谢。